再来看今仔透早，还有奥运的选手回国咯。台湾羽毛球男双金牌的李勇、王泽林，还有台湾球协戴资颖、羽球一哥周天成，甲咱射箭射球代表队拢转来到台湾咯。伫飞行机顶哦，总统赖清德嘛用广播来欢迎感谢这些选手，机场公司嘛用全体的仪式来迎接。李勇伫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讲，伊煞来去国立体育大学驾车哦，嘛望讲会当来参选羽毛球协会理事长来推广羽毛球。才打入飞行机，就受到热情的欢迎。奥运的台湾选手小连续回国，射箭、羽毛球甲射球代表队搭中央航空比亚88班机，初一透早登来桃园机场。李勇陪两个人甲金牌挂伫婚书顶，王泽林因查某朋友陈思源去机场接机，两个人手是牵条条。也那射球的选手李明婉嘛甲铜牌挂伫婚书顶，戴资颖是真罕尼甲长头毛绑落来，而且嘛地无啊。太幸运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率？之前真的不知道。上飞机之后有看到他们？对，看到了之后我们才惊吓到啊，跟我们同班。甲选手坐共一班飞行机的民众讲，实在是真好运。外口早早就有真侪民众伫遐等，有送花，嘛有送造型气球，把握一个真难得的机会，甲这些选手做伙翕相，甲讨签名。能拿下这面金牌，我真的感觉非常荣耀。那希望4年之后呢，有机会能继续努力，看可不可以参选羽协的理事长，看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身为选手的帮助。这样。李勇退役了后，除了想要参选羽球协会理事长，后来嘛会去国立体育大学驾车。也那王泽林未来会甲区上加合作，继续伫球场拍拼。对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射击，让我们有更足够的力量跟氧气，创造更多的不可能。射球真优秀的选手李明婉，伫男子定向飞靶项目摕到铜牌，这嘛是台湾伫奥运历史上头一块射球的奖牌，希望会当继续拍拼。也那桃园机场公司嘛特别用高规格以夜水的仪式来迎接这些选手。伫回国的飞行机顶悬，总统赖清德嘛用广播讲欢迎因回来台湾，欢迎各位台湾英雄回国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全国人民都以你们为荣，再一次感谢你们。那机上有听到广播吗？有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跟着他们。随来还阁有亚当、跆拳道甲霹雳舞等等的比赛，会伫巴黎奥运进行。台湾的民众迎接这些选手回国，嘛希望所落来比赛会当有好成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